汽車界最近又有令人眼界大開嘅新突破，奧迪正式發表全新純電細車 A2 e-tron， 用驚人嘅電耗表現刷新品牌紀錄。根據 WLTP 標準初步數據，配備140千瓦馬力加高效套件嘅 A2 e-tron， 行100公里竟然只需要 12.8 度電。呢個數字唔單止贏晒同級對手，更加將電車嘅能耗推向新極致。作為奧迪嘅純電入門車，新車預計喺今年秋季正式發表並開始生產，為豪華純電小車市場立下全新里程碑。講返 Audi 嘅歷史， A2 呢個車係一向同超慳油畫上等號。Audi CEO Gernot Döner 都話，自從1990年代 A2 出道以嚟，當年嘅三星車，即係每百公里只用3升汽油，就憑住極致效率成為經典。今次 A2 e-tron 傳承咗呢個靈魂，將以前對極致油耗嘅追求完美轉化做現代電車嘅生活態度，兼顧到日常實用性同大家嘅期望。能夠做到咁慳電，車身空氣動力學絕對係第一大功臣。工程團隊將風阻係數拉低到 0.24， 成為奧迪細車仔入邊空氣動力學表現最好嘅一步。車頭設計圓潤，配埋流線車頂同線條分明嘅車尾，大大減低風阻。車頭兩邊有導流槽 Air Curtains， 輪拱位有減少空隙嘅組件同導氣孔，令氣流過得好順。車頭仲有主動式進氣格設計，平時行街同行高速都會關起嚟減風阻。只係充電、緊急加速或太熱嗰時先會打開散熱。單單係風阻優化就幫 WLTP 每百公里慳咗高達 0.9 度電。除咗外形、底盤同馬達系統嘅改動都好關鍵。A2 e-tron 用咗全新升級嘅永磁同步馬達，整體驅動效率提升咗 10%。控制晶片全面改用碳化矽技術，大大降低能量消耗。配合可變開關頻率，開關損耗最多減咗 33%。馬達內部用咗 0.2 毫米嘅超薄直鋼片，減少鐵損。定指繞組改用角接 Delta 結構，令馬達可以喺更高效率嘅轉速運作。再加咗全新低摩擦齒輪油同埋 10.2:1 嘅高齒比，喺高速巡航時可以大幅減低馬達轉速同能量消耗。電池同熱管理技術方面，更加睇到 Audi 喺軟硬體整合嘅功力。A2 e-tron 搭載61千瓦時嘅磷酸鐵鋰 LFP 電池，採用冇模組直接集成 Cell-to-Pack 設計，大大提升電池密度同空間利用率。LFP 電池唔使稀土元素，非常穩定又耐用，車主平時放膽充到100%都唔怕傷電池。配埋優化咗嘅散熱同演算法，用 Wallbox 充電時嘅效率高達 89.6%， 減低充電損耗。另外，佢仲支援雙向充電 V2L 同 V2H， 停泊時直接變身做流動儲能系統。其實 A2 e-tron 嘅出現，代表住歐洲電車發展方向終於轉型。過去幾年，各大車廠盲目追求大電池同超快加速，搞到車身重晒又浪費資源。奧迪今次回歸理性，靠精準嘅空氣動力學、先進半導體同高穩定度 LFP 電池技術，喺唔犧牲空間嘅前提下，實現極高能源利用率。呢點證明咗高效率唔一定靠昂貴嘅輕量化金屬，更展現咗傳統豪華車廠喺底盤同軟體演算法上嘅深厚實力。好多人買電車只睇電池大唔大、加速快唔快，但回歸到每日揸車出入嘅真實生活，一套真正幫你慳電、充電效率極高，而且可以放心每日充到滿嘅系統，先係陪伴你應對上班塞車同埋放假長途出行最貼心嘅好夥伴。A2 e-tron 令人諗起當年初代 A2 嗰種唔隨波逐流，純粹用工程智慧解決問題嘅執着。當一部純電動車唔再靠堆疊電池嚟換取續航，而係靠極致嘅空氣動力學同精密嘅晶片控制嚟慳每一度電，呢個唔單止係工程師嘅勝利，更加係俾所有注重生活品質同理性消費嘅車主一份兼具科技質感同實用溫度嘅最佳答案。今日同大家睇睇啱啱喺外國發表嘅全新大改款平治 GLA。今次呢部入門級 SUV 真係由外到內都完全脫胎換骨，一改以往比較斯文嘅路線。車身高度足足矮咗20毫米，大軸距就拉長咗61毫米，配埋個闊咗嘅後輪距，成部車條邊線即刻橫晒，低矮咗，望落去好有跑感，好有霸氣，真係成個小鋼炮 SUV 咁嘅 style。最搶眼肯定係車頭首次加入嘅全電動車專屬嘅鬼面罩，入邊有成608個發光點，開車熄車仲有燈光 show 迎接你，真係好型。講到動力，
今次 GLA 行得好前，一出就有主打3款純電動車型，最長續航力竟然有657公里，喺香港走幾轉來回都唔使叉電。佢仲支援800伏特高壓快充，去到快充站飲杯咖啡插10分鐘嚟個快叉，又可以行多270公里，真係唔使驚里程焦慮。主力車型有165千瓦輸出嘅 GLA 200，佢有好襟用嘅 LFP 電池。想要勁啲嘅就有200千瓦嘅 GLA 250 Plus。如果追求性能嘅車迷就要揀260千瓦嘅雙馬達4驅版 GLA 350 4MATIC， 0到100千米每小時加速只要5.4秒，起步爽快咁直線提升。另外，聽聞明年初仲會追加 48V 輕混能汽油版，配新研發嘅 1.5 公升4缸 Turbo 引擎，市區塞車仲可以純電行駛，一樣好啱香港用。入到車廂真係可以用私人科幻影院嚟形容，最震撼嘅一定係橫跨成個標版嘅 MBUX Super Screen。如果你加錢揀配埋前座乘客側邊塊 screen， 成個中控台就變得科幻感更加重。而且因為軸距長咗，車廂空間大咗好多，無論前後座嘅頭部定腳部空間都闊落咗，後排坐得舒服好多。尾箱容量仲大增70公升去到410公升，接埋後座可以提升至1400公升。最驚喜係電動版車頭有一個107公升儲物箱，放多個運動袋都完全冇問題。如果揀埋個 Sky Control 智能全景天幕，仲可以調校玻璃變透明定變透黑，夜晚甚至可以亮起172粒 LED， 即出專屬嘅星空車頂。科技方面今次都係玩到極致嘅。部車內置咗 ChatGPT 同 Google Gemini 嘅 MBUX 虛擬助理，唔再係以前聽唔明我哋講嘢嘅語音系統，依家好似同個好博學嘅朋友吹水咁。你想問股票啊、天氣啊，甚至問附近有冇快充位啊，佢都會好自然咁答你。導航直接用 Google Maps 做底，配埋 3D 遊戲引擎做嘅 MBUX 環視導航，行車嗰陣可以喺標板睇到附近所有車、行人同單車嘅 3D 即時動態，部車連打緊燈、開緊邊度門都睇得到。安全科技方面就配齊 Level 2半自動駕駛功能，連打燈自動過線都有埋。呢部新 GLA 集型格，空間同高科技於一身，唔知各位香港車迷又心唔心動呢？今日同大家講講呢隻啱啱出爐嘅陸地巨無霸，講緊嘅就係德國 Audi 喺總部發表嘅全新旗艦 SUV Audi Q9。呢部車係 Audi 歷史上最大部、最奢華嘅9字頭大佬。官方話呢部唔單止係一部車，直頭係一個識得行嘅豪華移動會所。至於價錢方面，德國起步價大約108400歐元起。呢個價錢一聽就知道，佢一出場就係要話俾人聽佢先係大佬喎。講到體型，呢部 Q9 真係大到有啲誇張，車身長度足足有5.31米，車闊2.21米，而前後輪嘅距離即係軸距更達到怪獸級嘅3.14米。一望過去，個直立式嘅 single frame 大個鬼面罩，霸氣到黐線。如果你中意斯文大方，可以揀翻 standard 包圍；想型啲、惡啲，就可以揀 S-Line Package， 再加埋23寸嘅巨型輪圈，真係比起 Range Rover 更加嚇鬼。不過除咗外形，佢個車廂都要睇一睇，入邊好似飛機頭等艙咁。佢第一次用咗全自動感應車門，仲有埋雷達，幫你睇住周圍，唔驚開門撞到側邊啲嘢。當然亦唔少得高級車必備嘅電鎖門。車頂有一個全景天幕，大到有成1.5平方米。我哋仲可以自己調校透光度，佢都有30種顏色嘅氛圍燈一齊變色。車廂座位預設係7人車，第2排全部有 ISO Fix。不過如果要講享受呢，就一定要升級做6人座佈局。第2排呢，2張獨立老闆椅，除咗可以電控按摩、通風、加熱之外呢，連側邊門板同中央扶手都有得發熱。冬天應該舒服到唔想落車。Audi 不嬲玩燈玩到好出名，今次 Q9 直頭玩到新境界。佢條尾燈用咗第3代數位 OLED， 首創用0.1毫米嘅超薄玻璃做到有弧度，等側邊嘅車都睇得好清楚。最過癮又實用嘅係路面投影方向燈，你打燈轉彎嗰陣，佢會直接喺路面投影個動態方向燈出嚟，話俾後面啲電單車或者行人知你想轉邊。車頭對眼就更強勁，可以根據路況甚至前面整路去自動避開強光。喺外國某啲地方 ，Q9 仲支援半自動駕駛。
喺時速130公里內可以放開雙手行車，不過車內有相機睇住你對眼，唔准你偷懶瞓覺。咁大部車好多人實驚佢行得慢啊，好遲鈍啊，但係 Audi 當然會喺動力方面落足料啦。率先出場嘅係3公升 V6 柴油引擎，有299匹馬力同埋630牛米嘅超強扭力，仲加咗全新 MHEV Plus 混能同埋一個電子增壓器，1.2秒內就可以轟爆個增壓值，完全解決咗大排氣量車起步遲鈍嘅問題。配合8速波箱同 Quattro 4驅，起步或者爬頭都會有唔錯表現。加埋咧，佢標配咗主動式氣壓避震，高低咧可以調校成90毫米，仲有高達5度嘅後輪轉向，即係條尾咧會跟住一齊轉。就算揸住呢部5米幾長嘅巨獸入香港啲窄巷或者停車場，都一樣好似馬騮咁靈活，完全唔使驚。喺高性能鋼炮同跑車嘅世界入面，AMG 終於發表全新 CLA 45 4MATIC Plus 呢部車正式宣布，但我哋踏入純電新紀元。佢唔係就咁將電摩打同電池塞落車身咁簡單，而係直情將佢哋頂級大佬 AMG GT 4門轎跑車嘅賽道黑科技原汁原味咁下放到呢部 CLA 身上。廠方今次仲好有誠意，一出就出齊4門轎跑同5門 Shooting Brake 兩個版本。部車擁有高達680匹嘅峰值馬力，0至100加速最快只需2.7秒，如果用標準靜止起步都只係3秒，絕對係超跑級數。呢部車唔單止拆寫咗 CLA 家族嘅歷史，直情打破埋傳統燃油鋼炮同純電代步車之間嗰條界線。呢部車之所以可以咁橫行無忌，全靠底盤下面嗰套極度瘋狂嘅動力佈局。AMG 今次真係發神經，喺 CLA 45身上塞咗3部極具革命性嘅軸向磁通 Axial Flux電摩打，佢係用咗前一後二嘅配置。呢種摩打同普通電車完全唔同，結構呈超扁平嘅圓盤狀。前摩打得9厘米厚，後續雙摩打仲誇張，得8厘米。雖然體積細，但能量密度高到嚇死人。後續雙摩打結合咗單速行星齒輪同水冷碳化直變頻器，單係後續就已經可以源源不絕爆發出680匹嘅狂暴馬力。至於前軸摩打就負責做智能增壓，提供額外約360匹動力，而且仲有自動斷開裝置，平時斯斯文文巡航會自動斷開前軸，減低阻力。一俾大油就無縫切換翻4輪出力。呢套強大嘅系統配備一塊94千瓦時嘅大電池，陽極仲用咗最新嘅直氧化物，能量密度升咗2成。續航力方面 ，Saloon 版 WLTP 續航超過670公里 ，Shooting Brake 都有超過640公里，加上800伏特高壓系統，330千瓦，直流快充由10%充到80%，只需要22分鐘，充10分鐘就可行走270公里。揸電車嘅續航焦慮喺呢部車根本唔存在。不過話分兩頭，淨係行直線快，又點算得上係 AMG？ 要將咁癲嘅動力轉化為人車合一嘅操控，先至係班工程師嘅真功夫。全新嘅 AMG Performance 4MATIC Plus 主動式4輪驅動系統，因為有3隻摩打完全獨立運作，扭力分配直情可以做到隨心所欲。後續嘅主動式扭力分配 Torque Vectoring 技術，更可以喺入彎嗰陣將動力直接側落外側輪圈，令部車入彎好似行路軌咁穩陣。配埋 AMG Ride Control 運動化懸掛、鍛造鋁合金連桿同埋3路電子阻尼避震，部車可以毫秒級速度自動調校避震軟硬。飛車嗰時，部車可以更貼地。為咗等你喺極速之下都玩得穩如泰山，新車仲首次加入同級首創嘅主動式空氣動力學科技。Saloon 車尾有隱藏式主動尾翼 ，Shooting Brake 就巧妙地將尾翼收埋喺車尾。平時低速行駛就同車身融為一體，一去到時速145公里或者開咗熱血模式之後，尾翼就會自動升起，提供最強下壓力。車頭嘅主動式鬼面罩同樣聰明，如果部車唔需要散熱，佢可以一直保持關閉，時速去到250公里都得，將風阻係數壓縮到只有 0.23 CD， 真係好誇張。至於駕駛體驗，喺 AMG Dynamic Select 就提供咗7種截然不同嘅駕駛模式。要後驅有後驅，要慳電有 Eco， 要舒服有 Comfort， 要上賽道狂飆仲有 RAC 模式。不過最令我哋呢班汽油車迷心動嘅，一定係首次登場嘅 AMG Force S Plus 模式。喺呢個模式下，全車嘅音響會用實時混音技術，播出由傳奇鋼炮 A45S 身上實地收音，
超過1600條嘅真實引擎聲同埋縮有放炮聲。最癲嘅係系統喺會模擬埋轉波嘅時候，會特登製造短暫嘅動力中斷，加埋前排座椅嘅震動器 Seat Shakers， 完美同步引擎轉速嘅物理震動。望住個儀表板跳動嘅轉數，真係連燃油車嗰種熱血靈魂都還原埋出嚟，真係抵讚。至於車廂裏邊，CLA 45嘅科技感與賽車氛圍真係推到極致。部車採用純4座設計，前面配備包覆感極強嘅 Artico 皮革同 Microcut 微纖維運動座椅，襯埋鮮紅色車線。另一個最搶眼賣點一定係第4代 MBUX 智能系統，今次一次過整合咗 ChatGPT、Bing 同 Google Gemini 3大 AI 巨頭。車入邊個虛擬助理唔再係冷冰冰答你問題，而係可以同你傾偈交流。中意跑山或者落 track 嘅朋友，套裝仲包埋 AMG Track Pace 賽車教練軟件，會幫你將賽道嘅最佳線路、剎車點用 AR 技術投射喺 Head-Up Display 抬頭顯示器上面。你仲可以用 AMG Performance 界面睇 MBUX 畫面，睇晒摩打輸出、電池溫度同側向 G-Force 數值，所有嘢一目了然。外觀方面，樂氣十足，車頭仲上 AMG 家族式嘅 Panamericana 直瀑式水箱護罩，兩側前翼子板大幅向外伸展，成部車營造出一種低趴寬體嘅跑車神態。全車軸佢有2790毫米，側面配埋高亮黑 AMG 側裙，視覺效果貼地到飛起。不論係 Saloon 嘅轎跑斜背，定係 Shooting Brake 嘅優雅獵裝線條，都係靚到冇得頂。Shooting Brake 嘅全景天幕頂仲有一層隔熱薄膜，既有開揚感，又唔會曬親。車尾下邊仲有6度導流鰭片嘅超巨型擴散器，仲可以揀19寸或20寸嘅切削輕量化雙色輪圈。呢幾年出咗好多標榜環保、好快、好正嘅純電車。老實講，雖然佢哋起步快，但握住方向盤嗰時，內心往往有種莫名嘅冷清，甚至覺得有啲悶，因為電車抹去咗引擎嘅呼吸，抹去咗轉波時嗰個衝擊，令到開車變咗純粹點對點移動工具。但當我睇完呢部全新 AMG CLA 45嘅設計同心臟之後，我真係好佩服車廠嗰班工程師嘅浪漫同偏執。佢哋冇同電車時代妥協，而係用最頂尖嘅黑科技去留住我哋最愛嘅燃油魂。最感動到我嘅唔係佢2.7秒破百嘅速度，而係佢哋會為咗一個模擬聲浪走去幫 A45S 錄咗1600次音軌，連轉波震動同座椅搖晃都做埋出嚟。呢啲就係識車之人先會做嘅事。我哋要嘅從來都唔係冷冰冰嘅數據，而係人車合一嘅激情。呢部 CLA 45成功將環保與熱血之情嚟個結合。日頭你可以開住佢斯斯文文、體體面面去面對日常嘅柴米油鹽。深夜嗰時，當你獨自一人走上無人嘅山路，一轉熱血模式，嗰份熟悉嘅機械脈搏同680匹嘅電車狂步隨即甦醒。呢部車唔係向燃油時代告別，而係用現代科技向我哋嘅熱血燃油魂致敬，係一場好 hardcore 最體面嘅現代汽車救贖。Volkswagen 全新純電細碼 SUV ID Cross 啱啱全球首發，呢部精巧嘅 SUV 賣點究竟係乜？就係性價比較高。德國國內起步價大概24萬港元就有交易，價錢雖然唔算貴，但係竟然將好多以前高級車先有嘅科技同舒適配備都塞晒落呢部平民車入面，擺明係想抵抗中國國產車。ID Cross 車仔細細，車身長度只有4153毫米，同燃油版 T Cross 其實差唔多，但因為用咗改良版 MEB Plus 前驅電動車平台，空間係大咗好多。外形方面，行簡約沉穩路線，有標誌性嘅懸浮式車頂同厚實嘅絲柱，前後仲有發光 VW 標誌，夜晚出街識別率極高。車廂入面，全車用咗大量織物去包覆儀表台，襯埋金屬質感嘅旋鈕，好有北歐風溫馨客廳嘅感覺，完全冇咗以前入門車嗰種膠感。駕駛席有一個10.25寸數碼儀表板，中間位就有個12.9寸懸浮中控大屏幕。呢個中控台有個一鍵切換功能，將數碼錶變身做80年代初代經典 Golf 1嘅復古雙圓錶板。不過佢都有將現代嘅交通標誌識別功能都融埋入去。另外，福士繼續聽取民意，改翻用實體按鍵同金屬滾輪去控制音量，揸緊車嗰陣使用盲操作一樣冇問題。動力方面有3款輸出，最大馬力去到211匹，配37千瓦時或者52千瓦時電池，
WLTP 續航力最高去到427公里，喺香港日常代步、假日出入新界遊車河絕對夠用。充電亦都夠快，用直流快充大概23至24分鐘就可以由10%充到80%。去飲杯咖啡、去多個廁所就已經充完電。安全配備亦都冇手軟，直接向大佬車款睇齊。標配嘅 Travel Assist 系統首次加入紅綠燈自動偵測功能，見到紅燈會自己減速到停。仲支援單踏板控制 One Pedal Driving 同全自動遙控泊車，喺車外用手機就泊到車。高配版仲可以選配 DCC 主動式電子避震，想舒舒服服定係入彎好玩都交到功課。今次福士俾嘅配備直情係唔講道理，好多都係同級唯一，例如可以揀10個喇叭嘅 Harman Kardon 高級音響，前排座椅有12向電動調校，仲有豪車先有嘅氣動按摩同記憶功能。車頂有塊大天幕，連電動遮陽簾。實用嘢仲有 V2L 向外供電功能，假日去露營野餐，想用電器幫電單車充電都極之方便。大電版仲有1200公斤嘅拖車能力。新車喺德國已經開始接單，入門版稍後就會上場。以前大家一窩蜂盲目追求大屏幕、誇張科技同跑車級加速，但激情過後，大家發現汽車始終要講實用。呢部車最觸動人嘅地方唔係佢開得幾快，而係福士肯聽話改翻實體掣，加埋復古標板，同埋幫你舒緩腰痛嘅按摩椅。若果呢部有德國工藝加持，又賣平民價嘅精品小車，引入香港嗰陣又 keep 到個價格優勢，絕對有實力成為新一代腳車。Mercedes Maybach GLS 自從2019年出街之後，喺豪華休旅車界一向都係神級存在。今年適逢汽車誕生140週年，兼且係佢哋創立105週年，廠方就隆重推出咗全新嘅 GLS 680，就係想將創辦人嗰句喺最好嘅基礎上創造極致，發揮到淋漓盡致。新車不論外形、舒服度、高科技定係操控都全面升級。聽聞內地已經開始有得訂，而歐美市場亦都會喺今年7月底陸續開售。外形方面，新車真係霸氣，露出一副王者風範。車頭換咗專屬嘅發光鬼面罩，仲好低調咁將品牌名字收埋喺發光框架入邊。引擎蓋上面嘅經典直立標誌首次加咗發光功能，夠晒搶眼。兩邊嘅 Digital Light 頭燈加咗玫瑰金細節，配埋全電動嘅鬼面罩，成個車頭層次感十足。車尾方面有一條優雅嘅飾條，將左右尾燈連埋一齊。入邊個立體3星裝，仲有電鍍包邊，令呢部車係視覺上再闊啲、再壓長啲。今次仲新加咗深油綠單色 Manufacture 專屬紅色，同埋富豪最中意嘅雙色車身塗裝。今次車身呢條23寸鍛造輪圈係內藏原機，佢中心個3星裝用咗懸浮設計，運用重力原理，無論個輪圈點樣轉，個槳永遠都係保持打直向上。當你行近架車，個電動側腳踏唔使1秒就會自動滑出嚟。佢用咗陽極氧化鋁製造，有防滑膠條之餘，夜晚仲有 LED 燈，將品牌徽章投影落地下。上落車嗰時真係超有儀式感啦！腳踏會喺關門之後就會自動縮翻入車底。如果想再有個性啲，專屬嘅 Manufacture 訂製計劃仲首次提供全皮革車頂，由德國工廠嘅大師傅用20張頂級皮革親手縫製，絕對係今年富豪必揀嘅 option。如果你中意低調得嚟帶點時尚，廠方仲同步推出咗 Progressive Night Series 特別版，全車換上大量暗黑電鍍元素，電動腳踏變咗深色，仲配埋獨家嘅23寸7幅式花紋輪圈。車身顏色可以揀耀石黑或者珍珠白，亦都可以揀黑銀雙色。車廂入邊就用黑色配珍珠黑嘅 Nappa 真皮，營造出好有深度嘅神秘感。加埋專屬嘅魚骨紋木飾板，成個 feel 有科幻又優雅。車廂中控台已經升級做 MBUX Super Screen 超級大銀幕，佢個專屬界面用咗玫瑰金圈設計，好似珠寶咁靚，中間仲鑲咗金章。兩邊嘅冷氣出風口改用流線型設計，無縫融入個玻璃面一齊。全車張凳都係為咗享受而設，前座新加咗坐墊震動按摩，而後排2張獨立大班椅，首次將按摩範圍加埋落小腿度。
車廂用咗全新雙色 Nappa 真皮，後座中央扶手入邊仲收埋咗一個銀黑鑽石紋嘅小冰箱，放到2支大香檳，一邊坐車一邊飲杯珍藏，真係爽到爆。音響同隔音都去到新境界，升級版嘅 Burmester 3D 環繞音響配埋 Dolby Atmos 技術，後座加多2組喇叭，全車總共有15個喇叭，力水高達710瓦。為咗做到極致寧靜，全動軸通道同引擎防火牆都換晒高質隔音料，引擎蓋又加咗厚身隔音墊，連車身空隙都注入埋隔音膠。架車仲有先進嘅電子空氣過濾系統，每90秒就自動幫你全車換一次空氣，隔走晒啲微細碳微粒同粉塵。喺車入面連吸啖氣都變成咗享受，真係好黐線。動力方面，呢部車搭載最新一代4公升 V8 雙渦輪增壓引擎，配合第2代48伏特輕混能系統，可以爆發出高達450匹再加17匹額外輔助嘅強大馬力，同埋有850牛米嘅扭力。因為加咗平衡軸、油電切換同自動啟停動作，順到你完全發覺唔到。加埋專為後座調校嘅駕駛模式，坐落去應該會舒服到好似坐飛氈咁。懸掛用咗全新嘅 Airmatic 氣壓懸掛，最勁係有雲端預判功能，可以透過網絡接收前面平治車隊傳翻嚟嘅實時路面數據，提前調節避震。進階嘅 E-Active Body Control 系統仲用咗5個處理器同超過20個感應器，以每秒1000次嘅速度偵測路況，單獨控制每個輪圈。喺 Curve 彎道模式下，入彎時車身會主動向內傾斜最多3度，等乘客完全感受唔到離心力。如果去到泥路或者沙地被困，佢個越野模式仲有跳舞功能，架車會上下搖擺嚟改變輪圈找地力，自己幫自己脫困。真係好神。科技方面呢部旗艦車用咗全新嘅平治操作系統 MB.OS， 個大銀幕由3個12.3寸屏幕組成，用咗0層級界面，仲有生成式 AI 驅動嘅虛擬助理，背後結合咗 ChatGPT 同 Google Gemini 嘅技術。畫面仲會化身成玫瑰金色嘅立體3星頭像，後座乘客亦有2塊11.6寸 Full HD 屏幕同專屬遙控，可以自己調校冷氣、窗簾，甚至可以喺車度開 video 視訊會議。安全輔助方面，新車有10個車外鏡頭、5個雷達、12個超聲波感應器，由1部水冷超級電腦負責處理數據。升級版自駕系統結合咗導航，可以做到城市點對點輔助駕駛。喺法例容許嘅市場，只要撳個掣，部車就可以由地下停車場一路幫你帶到去目的地。不過根據安全原則，呢套 Level 2系統依然需要司機隻手掂住軚盤做監控。呢個功能會率先喺中國同美國落地。另外，智能泊車功能亦都增強咗，首次支援斜位泊車同無白線車位偵測，倒車輔助仲可以幫你沿路自動倒車達150米，完美解決窄路盲位掉頭嘅世紀難題。呢部集科技同車華於一身嘅旗艦，其實係喺美國阿拉巴馬州 Tuscaloosa 工廠出產嘅。呢間廠做大型豪華 SUV 已經有成30年經驗，為咗應付頂級系列咁繁複嘅工藝，廠方仲特別安排咗一隊頂尖團隊，全部師傅會去德國總廠接受嚴格培訓。每部車嘅內籠工序都係由2名大師傅以高度個人責任感全手工裝嵌，喺獨立嘅工作站完成，確保每一寸木飾同真皮都呈現出完美嘅工藝品質。你對呢部車又點睇？大家一齊留言傾傾。想知更多最新汽車資訊，記得 like 同 follow 我哋 Car One HK。